今次又同大家超遊北角，體驗一個平平地又輕鬆，可以療癒身心嘅行程。我哋坐叮叮食米芝蓮美食，探索香港獨有電車行駛嘅市場。我哋坐叮叮漫遊北角，叮叮喺鬧市中慢慢行駛，放慢腳步，感覺悠閒，心情輕鬆。一路望住窗外嘅街景，真係令人忘憂啊！叮叮係香港最平嘅交通工具，無論你長短嘅路程，都劃一收費3個3，仲要係落車先俾㗎，真係好抵㗎。香港有多部電影都係用叮叮車或者係車軌沿路取景，包括有《胭脂扣》、《喋血雙雄》同埋《阿飛正傳》。坐喺叮叮度，你可以細味下電影裏邊嘅場景啊！我哋喺北角道落車，落咗車之後就向炮台山方向行啦，沿住英皇道嘅方向，見到美都大廈就轉入北景街，行到去呢個寶女街嘅交界就見到麥記美食。搭地鐵呢就可以由北角地鐵站 B1 出口，跟住行英皇道同一個路線就可以去到麥記美食。麥記美食係連續10年米芝蓮推介嘅平靚正上海小食店，王牌呢就係有上海山煎鍋貼同埋生煎包，點心同麵食每日呢自家手製，即叫即蒸，好新鮮。我哋點咗生煎鍋貼同生煎包，另外見到餐牌寫住增肌之選，有蝦肉雞胸雲吞都好創新，咁我哋又點嚟試下啦。生煎包底部煎得金黃焦脆，肉餡都鮮嫩，都多汁。最驚喜嘅呢就係嗰個外皮係有 Q 彈啦，有口感，係同一般嘅生煎包個外皮好唔同嘅。佢係用一個老麵天然發酵，所以特別好食。蝦肉雞胸雲吞大隻，雞胸肉味突出，調味嘅係清爽，唔同於一般嘅雲吞，係健康之選。3樣食品都好食，最難忘嘅就係上海生煎包，佢外皮都係新鮮自己整嘅，喺外邊食唔到，15蚊3隻，簡直係平靚正美食，係目前食過嘅生煎包係最好食，推介。跟住我哋去春秧街探索一個獨特嘅景觀，電車呢喺呢個露天街市道路中間慢慢駛過，漫步春秧街市，一路發現各種新鮮嘅食物鋪頭啦，啲菜檔啊都平。另外呢，各種民生嘅鋪頭都有喎，好似藥房啦，喺紙紮鋪兩條街都會見到民生嘅鋪頭，一應俱全，好方便。生果檔種類都多，魚檔呢仲會發現唔同種類嘅魚，好似石頭魚好大條，價錢都係平。仲見到特別多係福建嘅食品鋪頭，好似有活豆餅、芋頭餅等等，唔怪得知有小福建之稱啊！
見到一間叫珍珍美食嘅福建菜鋪頭，門口貼住係蔡瀾推介嘅美食店。我見到梗係要試下啦，於是就買咗個福建茶果，係番薯花生味嘅茶果。佢哋話係自家製嘅，咁就返去試下啦。番薯茶果淡淡番薯味，花生餡多，屬於家鄉味茶果。跟住行返去北角電車總站同電車打卡。香港嘅叮叮已經有122年歷史，2021年亞歐國金氏世界紀錄認證，係服務中最多雙層電車隊。一定要同佢打卡。好，打完卡我哋嚟啦，我繼續英格蘭嘅波。米芝蓮推介嘅全魚宴，我哋行返出呢一個英皇道，向住靠崇山地鐵站方向行，經過油街啦，去到城市花園道，就嚟到袁氏者啦。好，咁我睇第一間食創新魚品輕食店，由2023年起連續4年米芝蓮推介。店面綠色，有一條魚嘅圖案，好搶眼。除咗堂食，仲有自家製嘅魚製品，可以買返屋企，好似魚麵啊、燒賣等等。小食有多種嘅款式，好似炸魚薯條啊，有茶飲都係自家製嘅。西式嘅料理有意式燉飯等等，全部都係用魚做嘅。自由點就好似車仔麵咁，配搭不同種類嘅餸啦，同埋麵。我哋點咗3款食品：碗仔翅、翡翠菜苗、墨魚春卷、羅定魚糊配魚麵，同埋魚米布丁。魚麵菜苗翠綠新鮮，墨魚春卷彈牙爽口有驚喜。羅定魚糊就唔係太突出，白雪湯底有鮮味。魚麵軟滑彈牙，整體都好食。碗仔翅面上面嘅魚皮係十分之香，一倒落嚟呢已經係好香，飄香撲鼻。反而係個翅胡椒粉味較為強，其實啲魚味呢就唔太突出啦。布甸似粒粒嘅西米，都係滑嘅。食落口好似真係楊枝甘露嘅味呢，都幾好味。呢個推介。我問老闆娘布甸係點樣做，佢話師傅係用魚米做，真係好創新，好功夫。餐廳個環境嘅似咖啡，讓人好舒服嘅感覺。牆上邊標語 Unpack your mind, recharge your soul 都可以配合到呢個環境，讓你個大腦放空、休息同叉電。最後我哋覺得魚麵好食，於是就買咗急凍包返屋企啦。如是者魚麵開箱，睇下先，我哋揭開，喂，真面目，兩大個麵團，份量都唔係少嘅，睇下兩寸高，我哋一陣試下咩味啦。如是者魚麵開箱，煮完之後呢，就啲麵都有淡淡嘅魚香味嘅，都算係彈牙啦，唔錯。健康版嘅魚麵，今次介紹嘅行程輕鬆，叉電美食坐叮叮打卡。大
家都可以試下去體驗咯。